讲到咱台湾猪肉自从爆发口蹄疫猪灾了后，就一直拢销袂出去。到2020年，咱才正式对疫区来除名。10月30，咱台湾产冷冻猪肉总算会当伫新加坡搁再就市。拜六，农业部长陈俊贵嘛亲身去到日本，伫超市卖咱台湾的排骨便当，望会当透过这个机会，互台湾猪肉嘛有法度搁再销转去日本。 你来日本的关西超市，随看到一区特别台湾的排骨便当，边仔还有前一阵仔进到日本的台湾 LV 加鸡蹄啊，引起日本民众好奇。有人正手挂2地，阁无够，倒手阁炸走2盒的排骨便当。台湾的排骨便当，升做日本超市的名册商品，讨論度有夠懸。これ美味しいよいうことで初めてです。どんな味がするのか楽しみにしてるんです。这摆呢，咱是有1个月的时间，直接。 正式来试验咱的产品，看日本的消费者有法度接受无？ 除了台湾的排骨便当、蒜味烟肠、乌猪香菇贡丸，这个是个猪肉品嘛销到日本。农业部长陈俊贵拜六亲身到日本关西做宣传，伊讲台湾原本是世界第2大的猪肉出口国，主要拢是销对日本。1997年口蹄疫爆出了后，台湾猪肉离开国际市场，一直到2020年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甲台湾对口蹄疫的疫区提掉，台湾猪肉总算会当转去国际舞台。目前台湾 一定提出传统猪瘟非疫区的申请，那通过申请，农业部计划重新把台湾的青猪肉销转去日本。明年那个传统猪瘟如果申请为非疫区成功以后，我相信很快的在日本市场就能够看到我们台湾的生鲜猪肉。いや全然 OK、美味しかったらね、安全で美味しければ全然大丈夫かなと。 台湾青猪肉变挂销，农业部表示，东南亚国家无像日本对传统的猪瘟有硬性的规定，所以新加坡伫拜五一定正式宣布进口台湾的青猪肉。菲律宾嘛伫咧去年初就一定开始进口台湾的青猪肉。农业部表示，后一步的计划是和台湾的青猪肉伫日本就市。因那猪肉片的部分，目前台湾已经有6间的猪肉加工厂通过日本的许可。农业部望未来台湾、日本农产品有更较深的交流。记者林玉凯、第阿选、柯敏哲综合报道。